即將播映嘅劇集《城寨英雄》有大量精彩武打動作場面，劇中演員包括陳展鵬、胡定欣、袁偉豪、黃君興、劉佩玥以及伍允龍等。呢日為新劇造勢，更將泳池變成擂台大玩水戰。為咗喺劇中展示真功夫，一班演員事前花咗唔少時間鍛鍊同操 fit 身形。即使劇集拍完一段日子，戰 pan 都有繼續 keep 住副結實 body 啊！你而家係咪仲係同嗰陣時嗰個一模一樣嘅狀態？冇以前咁冇之前咁瘦。冇拍嗰陣時。係因為之前節食啊，同埋做好多運動。係。其實好攰嘅真係。係嘛？好辛苦，因為仲要日接夜噶嘛，夜接日噶嘛，係得2-3個鐘頭休息嘅啫嘛。咁盡自己能力啦。但係定欣，你除咗呢個即係你耍刀之外，你仲有扯頭髮嘅。其實扯下展鵬頭髮係咪真扯嘅？真扯？唔係啊，其實假㗎，展鵬做得好啫嘛。我甩咗好多頭髮啊，你都唔知，我聽翻啲錢啊。劇中故事背景係一個三不管嘅亂世，各路英雄不惜使出真功夫驅逐惡勢力。飾演8極拳高手兼牙醫嘅阿 Ben，為咗角色犧牲咗唔少，仲曾經整親腳添。